接近現場啊！咁啊，呢場波咧，雖然有咧蘇亞雷斯喺度，但係咧長中間區都係被動啲，留咗嗰個睇睇，卡維尼禁區邊一個嘅組織，打嚟中間，哇！就冇講完，跟住俾卡維尼做就蘇亞雷斯。你都唔知佢翻唔翻你個口口啊咁樣出嚟，一比0啊！左頭講緊呢英格蘭咧喺後半場咧主動咗，主動優勢比較明顯，但係呢邊卡雲尼佢嘅手嚟就俾加亞雷斯一球俾入，1比0啊！上半場30分鐘嘅時間，咁睇翻呢場好大戰咧，係睇喺加亞雷斯。剛才之後1比0嘅，咁當然壓力咧會比人大啲嘅。咁啊，眼鏡好，唔該曬 K 嗱，睇到咧係蘇亞雷斯呢個波咧真係頂到之，同埋咧係佢自己策動咧同卡雲尼兩個搞掂喎，哇妙到豪添啊！保春祥呢個波嚇，呢個波相當之靚啊，因為咧阿卡雲尼攞住個波嘅時間咧，佢係揾緊蘇亞雷斯，但係蘇亞雷斯最好嘅嘢就係佢攝咗喺即基卡後邊啊！阿剛啱啱過頭嘅時間，呢下就係最尷尬嘅時間，同守門員同埋個後衞中間啦，咁變咗蘇亞雷斯要把握到嘅機會咧，入咗1比0。入咗咧，佢個人喺世界盃決賽將第4個入球啊！咁但係呢個入球咧，可能係其中一個相當重要嘅入球啊！啲烏拉圭球迷應該好中意 Keyman 啊！如果一出聲咧，就即刻入到波啦。